编者的话，台湾拥有多元的原住民族文化与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原住民族生活与大自然是紧密结合且息息相关，尤其在植物运用上更满足且丰富了原住民族的生活及精神文化。部落族人运用植物来医病的观念，正如古代神农氏尝百草一样，展现高度智慧，且代代相传，历史悠久，早已融入族人生活的一部分，也逐渐发展成为特殊的部落医疗文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了解原住民族药用植物之应用状况、效用，及作为未来加值应用之基础，以善用原住民族传统资源及知识，结合部落生态观光资源，达创造产业经济，特委托本会执行编印台湾原住民族药用植物图鉴。台湾原住民族使用的药用植物种类甚多，如日人山田精致药用草根笔、张永勋台湾原住民药用植物汇编、许君梅译台湾先著明知药用植物及邱年永高山药用植物等。本图鉴以现代的观点，重新调查汇整、数位技术拍摄，并做必要的诠释，总共收录了300余种台湾原住民族药用植物，内容含中文名、原住民语、学名、科名、属名、俗名、英文名、科别、分布环境、药效斜线部位、使用族群及生态斜线性状描述等。本图鉴在台湾原住民族药用植物的种类及应用上，因随时代背景的不同或有差异，与上述各先进记载者不尽相同。族语采通用性翻译，尚无法满足该族各部落用语。药效上仅采记民间口传之一般性用法，在药理及原住民族特殊用途上，仍待后续深入考证及研究。本书之编写承蒙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辅导，中国医药大学张永勋教授、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金石文副教授及百草古药用植物园区林德宝先生提供药用植物药效、生态性状之意见。原住民族人 Pauni Campana 先生、石松雄先生、杜传先生、林在生先生、吕月花女士、马约翰先生、叶珠君女士及李宝珠女士等协助族语翻译，以及原住民族人朱荣进先生、方美珠女士、林武夫先生、柯大白先生、胡有元先生、林丽福女士、郑秀春女士、徐新德先生及谢阿玉女士等提供药用植物使用族群及用法之相关资讯，特制诚挚谢意。作者才疏学浅，谬漏之处之所难免，尚其各界先进不吝指教为导。赖显松景志，中华民国97年12月2，台湾原